家贤靈啊！保佑俺平安再不下呢！哎呦，感謝感謝。哦，哎呀，奇怪呢，咁起愛談唔錯，娘為要我愛嘅叫聲啊！奇怪呢，係馬啥嘅我愛，又會對呀會呢？誒，譜上有詩，察字自行明言。感覺。呀，嘅上頭就係天仙了啊！哎呦，感謝仙靈送子，感謝仙靈送子，感謝仙靈送子啊！
就是将路道，树姜无脚菜全无，老娘不欠菜用枪，如何出做西菜一套？山重蠟姜菜全用。等下，你娘客家地位好冇？哈，各打打各打，各打打各。山重蠟姜菜全用，排骨雲通當內紅，鹽雞剁盤沾結漿，青河薑絲炒太蔥，冬瓜太條係小菜，辣椒細細辣高薑。哎呦，根本你嘅菜哦，千腳就本你買走咧，嘅好改菜，我叫搶到。有人買粗豆腐，人外有出咩事？哎，你有睇到冇？冇啊。嗯？啊妹啊！你條大屁啦，你萬出了！愛錯暗不實在，讓外出。哎呦，講到草案部，實本係想到草案部唔知做乜解，佢也是攞叫做水唔落高，我係就四處行行了了，見過蘭橋知道講不過，佢警方嘅草門外，你條啲啊，係談到乜解冇啊？愛的你談到蘭橋子。老哥無哥，啲人真病。三八啦，唔係啦，上到哪會去咧？我係聽到啊，嘅警方地步喲，要我愛啲嘅叫。哇塞！真係啊！我冇咁想咩，因為你唔是擺住姜子。你啲嘅講乜嘅？愛希講個冇個，什麼該有嘅案厲害，唔快用就會姜子。你做啲先聽我講說，唔好啲嘅做假生好嘛？好，你繼續。嘅後來啊，我係跟你講，就大家嘅草木嚟談清楚。哎呦，結果本來談到啊，難叫自己嘅歌。萬愛爭，兩妹用香膏灼結，愛講愛談都都唔掉，啱唔條歸腮唔落膠。你講講有啲以為我定係把什麼人拖下去？好。
愛點點你繼續。哼，愛迄頭度啊，蘭轎子講你去到神廟去，先令老去送子。這麼一下，阿廟，我大家全部按他行來。兩位有俺見到嘅四個。你按樣講愛會排泄啦。這麼一下，你家下講先令送子，是用辦一回事。你沒想會疼愛講，係麼？錯噶，你繼續講。好好好。你蘭轎子啊，講你去到神廟，先令送子來的，嘿。噠啦啷滴噠噠啷滴當當噠哩噠當當噠啷噠啷噠啷滴當。神廟，鳳蘭轎，先令送子。哎呀，原來賢宗以鳳蘭轎前世因果，今世輾轉，怎會來猜親家？以鳳蘭轎為下，好啊！已經請到賢宗，奉牛弟之命，我應好好看守賢宗生命狀態，睇我去到親家，嘿嘿。奉命甘肅，先宗記，切莫走退呀！親家。條下行啲啊，會嘅人頭先啊講，你話用笑一下就唔驚佢哋，你的錢嘛，該條下嘅人頭先啊講啊，啲俩。等白啊！你冇小氣你係冇，唔係講你啦。哎，見到條下冇看到嘅人頭先啊講，哎，見到條下冇看到嘅人頭先啊講，兩位就愛親言道，你唔咩講愛，係講嘛啥？啊，沒愛呢，你去做世間人哈，講什麼話問你消息啦，哎呦，跟你條下，曾經我看到一個人頭先啊講，四阿哥。你做乜解？愛看有發燒麼？做乜解東西啦？哎呦，哦，寒氣都多貴。咁我係看到神呢？有創作，我就買個 LV、GUCCI、
好自己明白。还唔做片呢？该来抢牌，但爱作奖啊，还就卖给老妹啊。老妹，唉，郎有情，妹無意。雙王嘅幾難兩用心，但憐實在動心苦。愛倆下就像談病嘅仔，愛打病。哎呀，哎呀！新官子啊，也很会讀書呢，又聰明又能力啊，做乜解我去學堂嘞哈？嘅同學大家，都講我係神言變化，講我唔係阿妹叫嘅，係個沙條放出嚟嘅呀！哎呦，新官子啊，你啊當然係阿妹叫嘅啦。哎呦，阿妹老二講啦，記得話係會無才挑啦。哎呦，母親你好，俺唔聰明，上回俺用講嘅啦。媽，你都查記得啦？好。好啦，我就是要。好，你上愛什麼嘅好？阿妹同你來去買，哈，好，哪愛是嘅，哎呦，對愛啦，對愛。鳳蘭橋個性很傲慢，貴問相思來指點。有知道冇啊？係你上去先嘛，幹冇啊？上次嗬，阿妹過來去買啦。哎，新年搶牛鋪啊！
哎呀，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看此面相优秀，外出也未有，头戴面端正，做事行行强，有帝王嘅气势啦！那位孙明贤呐，俩个意思来讲，我老爺喊你買回做皇帝呀？我唔錯，伢來呀，命帶帝王姑啊！哎呦，真勁嘅哦！哎呦，當好嘞呐！只不過嘛，不過嘛該啊！既然你想愛談，我只有花痴說咯，也會把妹呀。君生是秀名，牛求不在家门生，先生得草，先生得草，你谁情？你要为三娘钱啊！万年乱神。天經地了歸師條。